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地道香港。今日想同大家講講呢個人工智能呢最終會取代人嘅呢一個話題嘅。咁喺開始之前呢，希望大家幫手留言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咁我哋呢可以多啲人一齊呢討論下時事嘅話題嘅。咁早幾日呢喺網上睇到一篇文章呢，就係關於我哋前中大學校長阿沈祖堯醫生呢，對於 AI 能唔能夠取代醫學甚至乎係醫生嘅訪問。因為呢，微軟創辦人 Bill Gates 早排就講過啦，10年後人類將唔再需要醫生同埋教師啦。而沈祖堯呢，亦都因為呢個言論呢，亦都作出咗思考，究竟 AI 能唔能夠取代到醫學同埋醫生呢？咁喺訪問當中呢，佢首先就話啦，醫療工具呢就一定較人類優勝啦。咁簡單打個比喻啦，就係內窺鏡檢查大腸息肉咁嘅為例。部分大腸嘅息肉呢，喺若干年後會有患癌嘅風險，部分呢係屬於良性嘅。如果只係一兩粒做呢個手術，即係用人手做呢個手術呢，就問題唔係好大嘅。但係如果大腸息肉呢，去到數以千粒計嘅話呢，咁用一個有殺錯冇放過嘅角度去做呢個手術去切除呢，咁風險就好大啦。咁但係利用 AI 協助，可以有呢個精準嘅診斷。咁 AI 咧可以將呢個息肉嘅影像放大500倍，可以見到嗰個息肉嘅微細血管啦，同埋皮層。再運用計算機視覺呢個技術咧，去分析過百萬張相片之後 ，AI 可以判斷合適嘅尺寸喺皮層下嘅深度，亦都可以分辨惡性腫瘤、良性腫瘤，甚至乎良性轉惡性嘅風險。咁即係話咧，已經係再進咗一步啦。AI 嗰個斷症咧，係唔需要將粒腫瘤切出嚟，再拎去化驗先知道嗰個結果啊，而係咧擺支內窺鏡入去，照完影完相之後咧，就可以分析得到啦。而沈祖堯亦都話啦，人工智能做手術咧，就一定勝過人手做手術嘅。又以呢個內窺鏡手術為例啦。醫生需要好好嘅眼力，手要定，動作又要細緻，仲要有經驗同埋學識。但係當醫生具備經驗嘅時候呢，亦都開始上咗年紀啦，即係手啊眼啊已經開始都唔係太細緻啊，開始有啲力不從心。但係 AI 係唔會衰老嘅，同時呢，數據係會一直累積落去，效果呢係會越嚟越精準。咁喺呢個訪問呢，最後佢就提到啦，作為醫生嘅價值喺邊度呢？咁佢分享翻佢從醫以嚟嘅兩個例子。首先呢，就係佢初從醫嘅時候呢，只係諗住為某個病人止血啦，幫佢切除咗個腫瘤，跟住呢，佢就心裏邊諗啦，你最好呢就快啲好翻，咁樣呢可以騰出個病床出嚟呢，咁我呢就可以照顧下一個病人啦。但係到後來，雖然個病人醫得好，沈醫生亦都做好咗件事，但係個病人喺佢出院嘅時候呢，係一啲感激嘅氣氛都冇。而到後來佢又遇到，即係若干年後啦，佢又遇到另一個病人。呢個病人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呢，大家都知道呢個病人個病係唔能夠醫好嘅。但係沈醫生呢，就一路陪住佢走完人生最後嘅階段，直到阿沈醫生都認為乜嘢都做唔到嘅時候，但係病人竟然係感激佢，因為病人覺得醫生即使係束手無策，但係都尊重呢個病人係一個人。我諗呢度就係講出咗嗰個分別。AI 斷症佢就會咧俾一個治療方案出嚟啦，做手術好，開藥好，俾個病人都好，全部都係一個冷冰冰嘅程序。病人如果睇一個 AI 醫生，即係一種肉隨砧板上嘅感覺。打個比喻啦，就話有位病人因為受傷，AI 判診咧佢需要截肢嘅啦。呢個 AI 程序就立即啟動呢個截肢嘅手術程序啦。因為 AI 咧係經過多方面嘅運算啊，所以佢嘅結果咧係只有唯一，沒有其他嘅。咁病人會覺得無從選擇，咁為咗保命，咁唯有跟啦。但係如果換成有一個同理心嘅醫生，相信佢同病人會同佢溝通，佢而家面對緊嘅情況，需要面對嘅手術，但係會有其他治療。不過到最後可能都係需要截肢嘅。即係結果未如人意咁樣啦。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，我相信病人喺心理上對醫生都覺得佢已經盡咗最大能力，喺心理上咧係相對地容易接受嘅。
而到最後咧，沈醫生亦都講啦，即係好多醫療工序咧可以俾 AI 取代嘅，但係唯一暫時唔能夠被取代嘅咧就係人性。佢形容醫療嘅既係科學，亦都係藝術。基於未來有意從醫者咧，如果你只有科學嘅嗰一面咧，咁你一定被取代。作為一個醫生，係需要科學同埋人性兩樣嘢兼顧嘅時候咧，咁醫生就仍然仲有佢嘅存在價值。的確係噶，將來好大機會咧 ，AI 係可以取代到我哋好多而家嘅工種，而且比起人嘅操作咧，會更加精準同埋安全可靠。但係喺安撫人心上邊，我相信就只有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先至可以做得到。咁我自己有個咁樣嘅求醫經歷啦。咁我隻眼咧因為意外咧，咁啊整傷咗，咁啊引致發炎紅腫。咁去到睇醫生嘅時候咧，個醫生一見面咧就話：哎呀，咩事啊？快啲坐低慢慢講，發生咩事？咁聽完我講之後咧，佢就戴住佢嘅手套摸我個傷口嘅時候咧，雖然有陣膠隔住，但係咧我都覺得有種溫暖感覺，有種安心。因為我傷口發炎啦，亦都好近個眼球啊，所以我都好擔心嘅。而醫生咧亦都好細心同我講傷口嘅情況啊，食啲咩藥啊，咁啲藥幾時會產生效果啦，同埋點解唔做手術？之後咧再去細心咁樣諗一諗呢個覆診嘅時間。其實成個過程咧都令我好安心嘅。但係我又幻想，如果同一件事換咗係 AI 去處理嘅話咧，會係點樣咧？咁樣我嘅幻想就係一個冷冰冰嘅儀器咯，咁去接觸我嘅傷口啦，甚至乎係抽取傷口嘅組織去化驗，跟住咧就係等化驗結果之後咧，就係一個醫療嘅方案開藥，之後咧就俾錢就走得噶啦。咁係嘅，個效率係好高嘅，不過咧成個過程咧就缺乏咗關心同埋關懷。其實而家我哋都可以體驗到嘅，就係而家去公立醫院睇醫生咧，我哋都係面對住呢啲咁嘅 AI 人嘅操作模式噶啦。抽血嗌你名就去抽血，驗尿俾佢杯你驗尿咁樣，你同醫生講完你嘅病情，咁佢輸入完你嘅狀況入去電腦之後咧，咁佢望一望你就開張藥單，你可以排隊攞藥啦。咁我再重申一次啦，其實喺公立醫院嘅醫生咧都真係迫於無奈嘅，實在太多症要睇啦，太多人需要照顧，其實佢哋都自己分心唔到。咁到最後咧，其實香港曾經都係一個充滿人情味嘅地方嚟嘅。呢一樣嘢咧就係建基於咧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嗰種互動啊。喺網上成日見到咧一啲留言就話，以前公屋個個咧都打開門打開鐵閘，咁啲細路仔就走晒出去冷巷玩。甚至乎啲阿媽煮飯唔記得買豉油啊，可以隔離屋借豉油咁樣，大家呢一種守望相助嘅精神。但係反觀而家時代越嚟越進步，人與人之間嘅嗰個聯繫咧就越嚟越冷漠。個個返到屋企閂埋門，就連搭 lift 你要追 lift 嘅時候咧，都冇人同你撳住部 lift 啊，又或者喂等等啊，唔好意思，呢啲都冇人講噶啦咁樣搭車讓座俾有需要嘅人咧，就更加冇啦咁樣。但係咧，喺我阿嫲嗰個年代咧，即係70、80年代啦，佢真係有個咁樣嘅經歷嘅，就係上咗巴士會有人讓座俾佢，仲要咧係喺車尾入手叫阿姐呢度有位啊咁樣，嗌佢上去坐。呢一種熱心。講到嚟呢度咧，可以有個總結嘅就係 AI 的確係可以取代到好多我哋而家嘅工種，但係人嘅同理心同埋關心咧係 AI 唔能夠取代。但係我哋而家咧，漸漸都已經將自己嘅心咧關閉起上嚟，慢慢，我哋都成為咗一個 AI 人。好啦，今集嘅內容咧就嚟到呢度啦，歡迎大家收聽，亦都希望大家幫手留言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啦。咁下次我哋再有新話題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一齊再溝通嘅。拜拜。